兄妹大家平安。很开心能够在这里，在这个很好的礼拜天，跟大家再次聚集在这里。雅各书1章17节说：“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婴儿。”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聚在这里，因为是这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我们要用好的话语跟大家相处，跟大家沟通。我们一起来跟3个人问好，跟他说：“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耶稣爱我们，我们也爱彼此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行神迹的神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让它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让它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让它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。哈利路亚！愿孩子们都在赞美神。我们请我们也活泼起来。来跟小朋友一样，开开心心的赞美我们的上帝。我们都是等候耶和华的人，所以我们也是最幸福的人。他赐给我们平安的生命，痛苦、眼泪都要因为他而离开。他是我们的最爱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等候耶和华的人》。
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最幸福的人。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变改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赐人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都要离开，因他是我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最幸福的人。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变改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赐人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都要离开，因他是我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：“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们因为有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不害怕，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么的大，我们因为有他，我们不惊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那是有你的我的生命》。有你的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会行行。风雨的大，空也这么大，有你同在无忧喘。那是有你的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。
起来，因圣诗246首，上帝听谈胜过一切。听起哩。